家好，我是郎祖云，分享数款客家新诗，大家看下来关心客家的诗。有没有注意到我身上的衣服蛮特别的？它是现代的剪裁，不过呢，上面却有多了一块客家传统的发布。这个客家发布的特色啊，大部分就会粉色的，要不然呢就一定有牡丹发，因为看起来是既喜气又富贵。客家人就会按钮懂澎湃啦。那这个客家发布运用的范围很广啦，你可以像我这样子设计时装，也可以做成背包、头巾、背心、桌布，甚至你平常都可以拿来包东西用。谁换一个时节啊，做便当、翻碟尾都是用这个发布拿来包的，所以可以发挥你的创意，让传统的也变成创新。不过啊，今年阿 King 就是我们的国宝级的漫画大师刘欣清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他幼年时期惹的一个麻烦，怎么回事呢？看看。大家好，我是刘欣清，谢谢亲产亲好高，也会挑衅，也会撩人，所以我参读挑阿金鼓，金罗咧，亲怪唔会撩人咧，所以我罗古读阿金鼓，食饱真好讲古，伊就讲个挑摆罗挑摆，也要冇人挑摆，也要好现代。今不应该来讲啊，你买嘢讲嘢买布，挑摆装下人啊，冇人讲你去布店咧剪布较轻少啦，所以有人按照八布嘅。李壮图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写说哀家哀父卖发布，希望婆娘来照顾。每种花式都喜欢，只叹口袋没钱付。这种诗诶，布了啊，真贵。所以巴勒布了个佛色啦，你客家人是喜欢这个客家花布。这客家花布真多样，就是真艳丽啦，当匠个土法的当匠。所以你下你种诶客家发布啊，不但讲冇退流行哦，现在变时尚了哦，要真神奇。跳吧，你买布啊人啊，剪白了个乌卡，爱系太佛方人，该方女人真多，就是当酒的叫了嗰啲杂叉转的做鞋转的这个买布，睇这个行进来。就是一地打开来，我去揀，讓你先，我先讓你比，哎呦你這下姐着呢件是不當家啊？你老太太着呢件好適合哦。嗰時布吧，真多種，我哋花俏是有錢人能着嘅，熱天嚟布咯，嗰種清涼。咁買布嘅人啊，愛件擺兩個是這個選擇技能看。窗下為老人高興是打賭啊！簡白講，哎呀啦，你也重視你這些了哈，不是些啦，你呀三腿賭係要將媽哪一對出來？我是不是先送你啊？簡白其實我哎呀打你只賭，明白？冇應個三腿賭我腿將媽，故所以佢咁樣打賭佢是將生啊！愛糖的加變多咧，愛好高頭王哈，好古怪的人啊，那是跳可能買發布的人來呀，那是個三腿都是一隻將馬落去，腿人還記什麼講哦，你馬上你很多人三腿都是腿將馬人，那是免費本機的呢，嘿，愛讓你擺好些的呢，將馬跳拿出來。是你哦，我要叫馬頭啊！哎呦，今買布嘢是昂睇見呀，要求咧呢批布係送機啊！啊，我是睇這個東方秀哦，親戚東方秀啊，辛苦安強哦！不是拿到來，冇想到今買布嘢是叫啊！
很见效，按太阴咁让人打赌咁叫哦，所以讲是啊，善毒归善毒啊，倾倒你的肾气的事情啊，你也很多人想象不到了啊。当然啦，有钱的人出门去都是或是布店来卖布，所以布店啊。讲你生意要卖嘢，就讲看插线的架势好啊唔好，插线的架势好，我不是卖得好；价钱唔好，我是卖唔好。所以要密切的关系。你种行业，种行业的气味，只要会该用适当的时机嘅啫，娛樂一下，不然你打賭冇想到。矮記得幾個位腿，該腳馬頭，還是跳過去腳馬頭。呢個事情還是感覺到挺神奇，所以今日講唔太這家堂，先冇太這家。你看，就算是国宝级的漫画大师啊 ，Kim Goo 啊，小的时候也有这么调皮的一面，居然把卖布的大人给惹哭了，老板因此还要赔一大块的花布呀，真倒霉。不过说到了花，令我想起了台湾一位诗坛的前辈，这是台湾非常早期就成名的女诗人杜潘芳格女士。不管是她用日文创作，或是后来用中文创作，她的诗就像各式各样的花朵一样，有的时候像含苞待放的玫瑰娇羞，有的时候又像空谷的幽兰，有的时候又高雅有如百合。她的诗作总是那样的深邃。我们一起来听听杜潘芳格女诗人的故事。含笑花也含笑花，你來過愛解房間。And 吊橋下是三座，橋下起三步，生解含笑花，你甜甜南愛。我家唔是貪花香，唔是貪愛事。客家50年杜潘芳格，1927年出生於新竹縣新浦鎮嘅孟厝，從小就在富裕嘅環境中成長。從事教育嘅父親堅持本地進入日本人嘅小學校接受教育。新中畢業過後，又進入台北五子國教，學習歷史、詩歌、插花、裁縫，學習做一個有負擔難識苦嘅五星。杜潘芳格從小就愛讀書，對語言和文字非常靈通，15歲就開始用日文創作。不過結婚過後，杜潘芳格告別了富家千金嘅想法，不但為照顧家庭，沒有聽書先生在診所調配嘅工作，經濟嘅壓力和想法嘅重擔，找得佢透唔過氣來。我三個生人啊，8年，見大鳥我本來小小，還就要做三餐，還就啊冇幹冇啥，苦到啊冇錢啊，當初過嘅時節啦，我是都個擼個榻榻米啦，吼，自家都個出啊，都個嘛個事。春天到了咧，是感覺啊，你做嘛個春天都唔記得啦，家下我是下去休息，提前下，我攞春天啦，講我很久唔記得你哦，我做嘛個係唔記得你，我用日本話寫。做律師讓我翻譯這個來是讓我發表，但是我提起上，我是想喊出。從小接受日本教育嘅杜潘芳格，日本乾脆用日文來寫作，但係在台灣光復過後，
佢咪開始努力學習中文，成為跨越2年嘅一代。政府接收台灣之後，其實他的日文已經非常的流利了，可是沒有辦法被他所使用。所以換句話說他要重新像小朋友一樣的啵啵摸佛的學起，這使得他的詩作在當中有一個頓挫，一直要到1970年之後，他才開始重新出發，用中文來寫作。從日文跨越到中文，語文嘅轉彎第一步行得辛苦，但係並冇影響佢對創作嘅喜愛。1966年，涂盤房嘅發表嘅中文詩《相思樹》，正好係佢自家嘅寫照。他一開頭先寫相思樹，是一朵會開花的樹，靜雅卻華美，而且開小小的黃花蕾，這是他詩的前面的2句，非常的美然後接着他去談相思樹、花蕾跟思維之間的關係他用了非常自然的語詞描述這個相思樹周邊的感覺，而寫這個相思樹呢，他要表達些什麼呢？在他的詩的最後2行，也就是最後2句，他說：“我也是誕生在島上的一棵女人樹。”所以從這首詩來看杜盤老師在這一首詩裡面表現了一個堅強的而且優雅的女性的思維。1991年，涂盤房嘅以眼前服實習獲得陳秀喜詩獎。2007年，獲得校委會頒發傑出貢獻獎、老台灣新文學貢獻獎。佢嘅詩運用簡樸嘅文字，傳達佢對人生老社會問題嘅相思。她是我們台灣客家非常重要的女性詩人。那麼她的詩呢，基本上我們可以說有3個特色。第一個部分呢，是她對生命的探討就是通過她自己一生走過的這個人生路途，她對人生有着非常深刻的體驗。那這個會具體的表現在她的詩作當中。那第二個是對女性女性自身的生命的一種反芻那也可以在她的作品當中看到蠻強烈而且特殊並且有點神秘性的女性的特色。那麼第3呢，就是客家因為她是一個用客語來寫作的詩人，大概1980年代之後，她使用客家語寫作，那這個在台灣的台語文學裏頭算是非常獨特的一面旗幟。除咗對生命嘅探討、悟性老客家嘅體質之外，一套涂盤房嘅詩一定會感受到佢對上帝嘅敬畏老感謝。信仰在佢嘅生命當中佔有極為重要嘅地位。佢講，那係無上帝所賜俾佢嘅靈感。佢就冇辦法創作出感動人嘅作品。寫詩嘅人我想講，係方言嘅詩冇價值啦。詩嘅東西真嘅完全靈感啦。人講你做咩要寫詩？我講唔係愛寫詩佢言語詩嘅言語嚟險愛講。劇讓我寫起來，讓我寫起來，這種法強強愛開咗，你讓我寫起來，讓我寫起來，行下將我寫寫嘅時節寫落去咧，提一支寫落去咧，見寫，後擺會改，但係提一支想要逐個改，改一隻詩落去唔改，當莊嚴嘅，係上帝本愛靈感動愛嘛，涂盤房嘅阿娘莊嚴堅定嘅信仰，其實係從細受到阿妹嘅教導老影響。佢嘅阿妹詹板威牧師係一位虔誠嘅基督徒。涂盤房嘅佢曾經在佢嘅詩作當中用處在十字架裏嘅母親來形容自家嘅阿妹。
谢谢妈妈是当单上的信仰人教我的，是提供就上帝啦，就耶稣基督愛奉佢嘅名，認為耶穌基督太恩利嘅所有嘅人嘅吹哦。基督信仰對土盤風格嘅生命有極大嘅影響，經歷人生遇到嘅起伏，信仰一直都係支持佢嘅最大力量。依靠佢嘅詩作，人哋做得常常感受到佢超越生死、充滿愛和希望嘅表現。像係重生藝術詩，就清楚地表現出佢對生死嘅態度。這種詩總共才6、7行，可是裡頭用黃色的絲帶、黑色的絲帶、桃紅色柔軟的絲帶，3種不同顏色的絲帶來代表生命、青春跟死亡。他認為人對待死應該是要打着桃紅色柔軟的絲帶，要有青春的新的生命的開始，所以是打着蝴蝶結的重生。換句話說，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他的宗教信仰非常深刻地影響着他，能夠欣然地迎接死亡，把它當成另外一次的重生。這首詩然後嘅土盤風格已經80多歲。除了寫日記之外，當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讀聖經祈禱，生活過得簡簡單單而平靜。記得從我來到教會以後，我就看到他很慈祥、很和藹，但是也蠻有主見的哦。他在我們的松年會裡面在聚會的時候，真的很認真的聽。每次牧師或者是長老在分享的時候，或者是在查經的時候，他都會提出問題來。我記得他有一首詩歌開頭的說，早上到鄉下去傳福音，那晚上回到家裡，關起寺門就禱告問耶穌說：我今天所做的，主啊，你高興嗎？從這首當中可以知道，他是一個非常過着一個敬虔生活，而且守着一個基督的本分，就是傳福音的一個人。冬天風湧不出心意，地球自轉行歸途。土盤風格相信自家在上帝嘅手中，凡事愛請求和順服上帝嘅心意。兩位出在十字架裡嘅詩人，用佢嘅詩豐富人們嘅心靈，未用佢嘅詩見證上帝嘅美善。女詩人杜盤芳格的詩作裡面，我們經常發現她的作品大多都是向上帝感謝。她自己也常說，她的創作靈感大多是來自於上帝。的確，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有了上帝的賜福，就會出現不一樣的光彩。這讓我想起了一首詩歌，相信大家也很熟悉。雅哈就請我們的客家生活團來唱這一首《上帝嘅賜福》，慢慢請聽。祝福慢慢，這個曲子大家很熟悉。不過呢，你想看啊，頭擺係用河洛話來唱，雅哈用客話來唱，這中間的改變以及他編曲的風格，我們就要來請教我們客家聖樂團的指揮陳建中牧師。雅哈就要請教你哈，因為想到選這個曲子，還有這個曲子在編曲上面，它又有什麼不一樣，跟從前的這個不同？好的。因為我第一次聽這個曲子，我就很喜歡了，因為它不只是說很有中國風味，而且又很有鄉土味道，所以我說，這樣的曲子如果是用在客家聖歌裡面也是很好嘛，所以我就
把它拿来当然除了写客家话填进去。把它翻译成客家话哈。那另外在伴奏方面呢，我也加上了乡土的乐器，譬如说像胡琴啊。所以我在前奏跟间奏都是用胡琴来主奏。哦，所以在听起来的时候就更增添了欣赏特别讲的，就是说要让它那个乡土的气息更加的浓厚，更能够扣人心弦了。对对对，因为胡琴的用法通常是这样嘛。再来就是您刚刚说，你把它改成了客家来冲，那在你在编这个词的时候，又有遇到什么不一样的状况？对，譬如说第一句啊，山中的白鸾溪，这是田里的白鹭鸶，因为它这个。这首歌本来是闽南语的嘛，好，那我就翻客家话的时候说，这白鹭鸶，客家话不是讲白鹭，怕好白鹤啊，但是这样子的话字又少了，对，所以我就会变成看田中的怕好，那更传神了，就是看田中的白鹤，那比本来的闽南话还更多了一个动态，对，更动态。而且呢是在第一拍上面重拍上面，就更显出那个味道来。有道理啊，看田中的八好，但是我也把它也有翻成国语过，是，所以要唱国语也可以。所以我出的那个客语圣歌集里面，歌谱里面就3种语言都有。对，但是当然，因为呢，那个客家的朋友，讲客家的朋友哦，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而且我真的太喜欢老师刚才的改编了，看田中的八好。非常有动态哦。好，亚述 Q， 董硕斯亚哈，我们就要用我们自己熟悉的语言来重新的诠释一下，请大家来谈一下亚述 Q。
帝嘅赐福满满，上帝的赐福满满。的确，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随时都可以看到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比方说，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法，各式各样的花，丰富了我们周边的色彩，也让我们的生活有了香气，同时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滋润。那当然，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歌呢，透过陈建中老师亲自弹奏的胡琴，您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亲切跟悠扬呢？诗歌更可以伴随着花朵以及上帝的赐福，让我们每天都充满了喜乐。希望你也会喜欢。还摆一个节目，还期待您的一起欣赏客家新诗，一起来关心客家嘅诗。拜拜。